好多人一過60歲仲會諗住出翻嚟做嘢，身邊啲人見到難免會講三講四，有人會話咁嘅年紀仲出嚟喂，後生嗰陣肯定冇儲到錢啦。又有人會話呢啲擺明就係辛苦命，冇得唞。但我今日要同你講，如果你用傳統嘅智慧重新去睇呢件事，我得出嘅結論同你完全相反。60歲根本唔係行緊下坡路嘅終點，而係人生一個極之重大嘅轉捩點。你以為係落寞，唔係噶，其實係一個全新階段嘅開始。今日我就同你好好傾幾句實在說話，呢啲說話句句都關係你下半生嘅走向。聽完之後，你唔單止會對出嚟做嘢呢件事徹底改觀，更加會對你自己嘅一個晚年生活有一個全新嘅領悟。由人生之路嘅角度去睇，人嘅一生本來就分成好幾個大階段。少年時期運勢多數靠嘅係父母，中年時期運勢靠嘅係自己嘅打拼，到咗晚年呢個階段，運勢靠嘅又係咩呢？靠嘅係你能唔能夠順應自然嘅節奏，靠嘅係你嘅心境，仲有你嘅處世智慧。古人講，真正了解快樂嘅人唔會怨個天，真正了解自己嘅人亦都唔會怪身邊人。你要先搞清楚自己嘅處境，先至有可能行好。跟住落嚟每一步，好多人一聽到傳統智慧就覺得係算命，係睇八字。其實佢真正教你嘅係點樣面對人生嘅起起落落。你嘅格局再好，如果你自以為是，處處張揚，依然會將條路行歪。你嘅起點再普通，如果你識得收斂鋒芒，識得進退，依然可以過得舒舒服服。所以今日同你講嘅呢啲說話唔係寡淡嘅心靈雞湯，而係幾千年嚟經過無數人驗證嘅人生道理。你慢慢聽，慢慢品，個心自然會有一刻豁然開朗。第一句大實話，60歲仲可以出嚟做嘢，呢件事本身就係一種好難得嘅福氣。你以為呢句說話係氹你開心嗎？唔係噶，呢個係確確切切嘅道理。你睇下身邊嘅同齡人，有幾多人已經係周身病痛，3日唔係2日就要去醫院，連落樓行個圈都要人扶。又有幾多人個腦已經唔係好清醒，手腳都唔聽使喚，而你仲可以一大清早起身行出家門，用自己對手去賺一份收入。呢樣嘢本身就已經係天大嘅福氣。呢背後有一個好妙嘅道理，叫做謙遜之道。謙遜係處世之學入面極之吉祥嘅一種狀態。呢個道理講嘅係咩呢？就係話，不管你喺咩位置，不管你當下嘅境遇係點，只要你保持住一份謙和嘅心態，就能夠將好運迎入嚟。有一句說話係咁樣形容嘅，好高嘅山峰，但係佢甘願將自己收埋喺大地之下，唔露鋒芒，唔會高高在上。呢個講嘅就係一種謙和嘅風骨。將呢個道理擺喺60歲出嚟打工呢件事上面，你就會明白噶啦。你唔需要去同人比較退休金有幾多，亦都唔使去比較邊個嘅日子過得更清閒。人哋嘅風光背後收埋咗咩嘢苦楚，你未必知道。你可以健健康康咁出嚟做嘢，就已經勝過好多人。嗰份不卑不亢、平和知足嘅心態，先至係你安身立命嘅根基。古訓講得好，謙虛嘅人會受益，自滿嘅人會招嚟損失。你越係平和低調，個天好似就越會眷顧你。你如果成日覺得自己好了不起，嗰份傲慢反而會為你帶嚟低煩。由生命能量嘅角度去分析一個人，如果仲有精神出嚟做嘢，就代表佢體內嘅生機仲好充足。呢股生機就好似天上邊嘅太陽一樣，對生命至關重要。太陽高遠萬物先至可以生長。你60歲啦，仲可以行動自如，行得走得，說明你嘅生命力仲好旺盛，你嘅底子仲好紮實，你條命唔單止唔苦，反而仲好得很。有啲人總係中意將年紀同工作嘅類型綁埋一齊睇，覺得如果做嘅係一份低微嘅工作，譬如幫人看更做清潔，就覺得好冇面。呢種諗法完全係俾世俗嘅眼光蒙蔽咗。傳統智慧一早就教過我們，天地萬物各有各嘅位置，各有各嘅用處。太陽照落嚟唔會分你係貴人定係平民，水向低處流唔代表水就冇價值。老子都講過，最高嘅善就好似水一樣，水總係向住低處走，去滋潤萬物，從不爭搶。但係天下嘅生命都離唔開佢。你做邊一行並唔重要，重要嘅係你喺做嘢嘅時候，個心係咪安穩，係咪踏實。
一個60歲嘅人靠自己對手揾食，企得直，行得正，呢個就係光明正大嘅人生，從來都冇咩好丟架。你如果自己睇唔起自己，跌咗入呢種卡樓嘅心理入面，成日唉聲嘆氣，怨天尤人，到頭嚟影響嘅只係你自己嘅身心。你身邊呢類嘅老人家係咪都越嚟越多？喺茶餐廳為你帶嚟飯菜嘅，可能係頭髮花白嘅伙計，喺商場度維持秩序嘅，可能係上咗年紀嘅坑更，佢哋冇一個係丟架嘅，反而每一個都值得尊重。佢哋用自己嘅方式活出咗尊嚴，用自己嘅勞動換嚟咗生活嘅保障。如果你都係其中一份子，你應該為自感到驕傲。60歲仲可以做嘢，唔係辛苦命，唔係冇得唞，呢個就係個天俾你嘅一份禮物。你只管行得穩，企得正，做得直。第二句大實話，出嚟做嘢係要為咗自己儲底氣，而唔係為咗填仔女嘅無底洞。呢句說話聽落好簡單，但係偏偏好多人做唔到。有幾多父母辛辛苦苦做到60幾歲，賺翻嚟嘅錢全部倒貼晒落仔女個袋度，幫呢個買車，將嗰個還卡數，自己就一個仙都唔留，到頭嚟兩手空空，連買個嘢都要諗前諗後。呢度有兩個好值得琢磨嘅道理，一個講嘅係凡事過咗頭就會行向反面，你一路掏空自己去餵養人哋，餵養到最後連自己嘅根基都冇埋。另一個講嘅係上邊嘅嘢要能夠穩住下面嘅先至可以安定，呢個先至係長久之道。放喺家庭關係入面，做父母嘅當然想幫仔女，但係你要先搞清楚一個次序，你要先穩住你自己，有能力照顧好自己，然後先至去幫人。你連自己都照顧唔好，又點能夠照顧得晒其他人呢？呢個道理好周深，但係好多人成世都參唔透。傳統智慧入面有個好重要嘅概念叫做中道，意思係做咩事都要有個道，要揾到嗰個平衡點。佢冇教你做守財奴，但係佢教你喺任何事情上面都唔好偏激，唔好行極端。你幫仔女可以，但係唔能夠將自己都搭埋入去。你一旦打破咗嗰個平衡，家庭嘅關係反而會出問題。講白啲，就算你依家手上有物業，都最好自己手頭再留翻啲活錢。你病嘅時候可以請人嚟照顧你仔女，就算想回報你，都要佢哋有嗰個心力先得。我咁講，唔係話仔女唔孝順，而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活重擔。你唔能夠將所有嘅寄望都放喺人哋身上，包括你嘅仔女。呢個係一個殘酷嘅人生真相。但係你如果睇唔透佢，佢就會喺你最脆弱嘅時候揾上門嚟。老話說得好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咪同兒孫做馬牛。你呢個唔係心狠，唔係唔理佢哋，而係大智慧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路要行，仔女有佢哋自己嘅做法，有佢哋自己嘅功課。你幫得到一時，幫唔到一世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照顧好自己嘅身體，管理好自己嘅錢財，唔好令自己成為仔女嘅負擔。呢樣嘢先至係對仔女最大嘅愛。由個人命局嘅角度睇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財路，你嘅錢就係你嘅底氣，你嘅活水。你將自己財氣全部倒貼出去，等於係逐日消耗自己，到頭嚟只會令自己嘅境況越嚟越差。你自己賺嘅錢，自己揸住，想食啲咩就去食，想買啲咩就去買。嗰份自由同底氣係幾多錢都換唔翻嚟嘅。你手上有糧，個心先唔慌，你手上冇錢，講嘢都冇人聽。呢個就係現實。雖然揪心，但係真實到不得了。到咗60歲，你要學識將自己擺喺第一位。呢個唔叫自私，呢個叫自愛。你將自照顧好咗，少啲病，少啲住院，仔女先至可以安心咁翻工生活。呢樣嘢本身就係對成頭家最大嘅貢獻。你行有其力就去幫補下，冇其力就唔好勉強。呢個就係一個喺懸崖邊揾平衡嘅功夫，就係中庸之道。第三句大實話，錢同命永遠係命排喺前頭。呢句說話人人都識講，但係真正做得到就冇幾個人。好多上咗年紀嘅人出嚟打工，仲保持住後生嗰陣時嗰種搏命嘅心態，為咗賺多幾個錢死撐住做粗重嘢，明明條腰痛到直唔起，明明手指關節都腫晒，仲要咬實牙關死頂。結果呢，將自己累冧咗，入咗醫院賺翻嚟嗰雞碎咁多錢，連醫藥費嘅零頭都唔夠。呢啲就係典型嘅本末倒置。
你背後有一個講節制嘅道理，好比一個器皿，裝得嘅水係有限嘅，水太多就會滿瀉出嚟。呢個道理話俾我哋知，凡事都要有個度，要適可而止。你出嚟打工完全可以，但係要有個限度，唔能夠為咗錢連條命都搭埋上去，因為冇咗條命就真係咩都冇晒。呢度有個好重要嘅提醒，叫做唔好過分勞苦自己。意思係話你愛錫自己係好嘅，但係如果將自卑到去痛苦難受嘅地步，嗰個就過頭啦。喺打工呢件事上面，你做得開心，做得舒服就繼續做落去。但係如果做得太辛苦、太受氣，今日呢度痛，聽日嗰度唔舒服，咁就應該要停低。呢個就係節制嘅精髓，唔會太過，亦都唔會做得唔夠。揾到中間嗰個平衡點就係最好嘅狀態。由生命能量嘅平衡去睇，人嘅身體就好似一個小天地，陰陽平衡，身體就健康，陰陽失調，病就嚟啦。你到咗60歲，身體嘅能量已經喺度自然減退緊，呢個係自然規律，邊個都對抗唔到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順應呢個趨勢，守住自己嘅元氣。你如果日日夜夜搏命做，就係喺度過度消耗自己嘅能量，能量耗得太快，病根就種低咗。到時你攤喺病床上面，唔可以做嘢，仲要使錢，甚至要拖累家人，呢個先至係最唔值得嘅事。你要明白，慾望呢樣嘢係永遠都填唔飽嘅。你賺咗10萬就想賺20萬，賺咗20萬又想賺50萬，但係你嘅身體係有極限嘅。到咗應該停低嘅時候，仲唔識停，過分強求係會招嚟後患嘅。你本來已經有份退休金，再出嚟做啲嘢，圖嘅係有個寄託，活動下啲筋骨。但係你如果將賺錢變成咗一種壓力，搏晒老命去做，就完全行錯咗方向。有位命理前輩講過，格局好就唔怕運程你磨，格局差先至會自己作錢自己。你本來幾好噶，身體健康，有公開有收入，呢個係幾咁好嘅狀態。但係你係都要自己攞嚟衰，唔理身體去蠻幹，結果將身體搞垮咗。呢個能夠話係命運嘅問題咩？唔係，呢個係你自己嘅問題。好多人中意怨條命唔好，但係你冷靜諗下，有幾次係命運真係代薄咗你，又有幾次係你自己揀錯咗。分清楚邊界，條命你改唔到，但係你嘅選擇你可以改。錢同命永遠係命排喺前邊，保住咗條健康嘅命，其他一切先至有可能。你嘅身體係你最忠實嘅朋友，佢會俾信號你，你要學識去聽。第4句大實話，做自己能力範圍內嘅嘢，唔好再強求。到咗60歲呢個年紀，你就唔好再諗住拼事業搏乜大運啦。搵份門檻唔高嘅工，譬如幫人看下場，做下清潔，做下雜務，呢啲都好唔好驚，大材小用，唔好驚丟架。賺多賺少都冇所謂，圖嘅就係一個自在，人哋都唔會嚟同你爭，你亦都唔使咁操心，冇必要去同人攀比，更加冇必要死撐。傳統智慧入面有一個好深嘅道理，叫做知止。你知道自己應該喺咩時候停低，個心就可以定落嚟，個心定落嚟就可以靜落嚟，個心靜落嚟就可以安住喺當下。個心安咗，你先至可以將啲嘢諗明白，諗明白咗，你先至可以真正有所得。呢段說話係古人流傳落嚟嘅至理名言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你要學識喺適當嘅時候停低，肯停低，唔代表你輸咗，反而代表你有智慧，你清楚自己嘅能力邊界喺邊度，你知道自己嘅精神仲剩翻幾多，喺嗰個範圍入面做事，游刃有求，又點會唔開心呢？好多上咗年紀嘅朋友，最大嘅毛病就係仲用後生嗰陣嘅標準嚟要求自己。以前一日可以企12個鐘，依家企6個鐘就覺得自己好渣。以前可以托50斤嘅貨，依家拎20斤都食力，就覺得自己冇用。呢種心態好攞命，因為你係喺度同一個你永遠贏唔到嘅對手鬥力，嗰個對手就係後生嗰陣嘅自己。你已經唔係30歲啦，你係60歲嘅人，你要接受呢個事實，應該停就要停，應該行就要行，做咩事都要夾準時機。你到咗60歲就應該用60歲嘅方式去做嘢，而唔係用20歲嘅方式去搏命。你順應呢個時機，你條路就順暢。你逆住時機去做，只會撞到個頭破血流。呢個就好似山上嘅樹木係一年一年慢慢長嘅，人到咗中晚年做事都應該係咁樣，
慢慢嚟，唔使心急，唔使慌張，揾份輕鬆嘅嘢慢慢做，做得幾多得幾多，呢個就係最舒服嘅狀態。認老呢件事可能令你覺得難以接受，但係你要知道認老唔係認輸，而係對自己負責。你承認自己嘅年紀，承認自己嘅體力有限，然之後喺嗰個範圍入面揾到最啱自己嘅位置，呢個就係大智慧。你睇下大自然嘅節律，春天開花，夏天生長，秋天結果，冬天收場。60歲嘅人生正喺秋冬交替之際，你應該收藏精華，養精蓄銳，而唔係再去搏命咁開花。你順應住四時嘅變化，你嘅身體同精神都會好過好多。所以唔好再用過去嘅標準去衡量今日嘅自己啦。你以前係衝鋒陷陣嘅戰士，依家就應該係坐鎮後方嘅軍師。你以前係開疆遠土嘅先鋒，依家就應該係安享太平嘅長者。角色嘅轉變唔代表你嘅價值降低咗，啱啱相反，一個識得喺適當時候退讓嘅人，先至係真正有智慧嘅人。就好似捉棋嘅高手，每一步都進退有度，識得喺恰當嘅時候退一步，保存實力，等待時機。你嘅人生都係一盤棋，你已經過咗中盤嘅激烈廝殺，依家係收官嘅階段。你穩穩陣陣行好每一步，求有功但求無過。收官收得好，成盤棋都生晒；收官收得差，之前嘅努力都會白費。所以唔好睇小嗰啲睇落簡單嘅工作。做香港可以同街坊傾下偈，解下悶；做看場每日對住啲花草樹木吸下新鮮空氣，呢啲唔會比你以前做嗰啲嘢差。你唔係一定要做咩驚天動地嘅大事，你只需要揾到一個啱自己嘅位置，安安穩穩咁過日子，咁就夠啦。第5句大實話，打工係為咗開心，唔係為咗受氣。呢句說話係呢幾句入面最關鍵嘅一句。好多朋友出嚟做嘢，將個主次搞翻轉咗，每日摸黑起身，夜晚攰到好夜，先收工成日提心吊膽，驚做錯嘢俾人鬧出住份糧，個心卻又屈住，呢啲就完全搞錯晒方向。呢背後係一個關於喜悅嘅道理，就好似平靜清澈嘅湖水，水面光亮照人。呢個道理話俾我哋知，人嘅呢一生最終追求嘅唔係錢多唔多，地位高唔高，而係你嘅內心開唔開心。你有好多錢，但係成日愁眉苦臉，同你冇咩錢，但係日日笑口常開，你覺得邊個更好？答案好明顯，由一個人嘅氣息狀態去睇，你嘅內心會好大程度上反映喺你塊面度。你如果成日皺住眉頭，成塊苦瓜面，咁你嘅氣息就會越嚟越差，你嘅運氣都會跟住越嚟越衰。反過來，你如果每日笑面迎人，心情舒暢，你嘅氣息就會越嚟越好，你嘅好事都會自然咁發生。呢個唔係迷信，你去觀察下身邊嘅人，凡是嗰啲成日笑呵呵嘅老人家，佢哋嘅身體普遍都比較好，人緣都特別好，家裏家外嘅事都係比較順嘅。一個開心嘅人就好似一團溫暖嘅光，可以感染身邊嘅人，人哋都願意親近佢，幫佢手。一個成日苦埋塊面嘅人，人哋見到都想閃，好運又點會揾上門呢？所以你要明白，你嘅心態直接影響住你嘅運勢。你控制唔到外面嘅世界，但係你可以控制自己嘅心。古語話樂天知命，所以無憂。你了解咗自然嘅規律，睇清了自己嘅人生走向，你就唔會再有嗰啲不必要嘅憂愁。你60歲出嚟做嘢，唔係為咗同人爭高低，證明自己仲得，你係為咗令自己日子過得充實啲，有個精神寄託，有件事做下，唔至於太過空虛。呢個先至係最正確嘅出發點。你揾一份工，開心就繼續做，唔開心拍拍籮柚就走人，唔使委屈求全，唔使忍氣吞聲。你又唔係負擔重，上有老下有小。依家你出嚟做嘢，多數都係為咗多啲零用錢，圖個開心。就算呢份工冇咗，都唔使驚。老細對你唔好，同事對你不尊重，但可以喺身邊走。呢種隨時可以抽身嘅底氣，就係你最大嘅本錢。你個心安定咗，你睇咩都會順眼。你個心攤扭，做咩都唔會順。所以打工最重要嘅唔係嗰份人工，而係你嘅感受。一份工如果令你心情愉快，就算錢少啲都值得。一份工如果令你壓力山大，成肚冤屈氣，就算錢再多都冇必要。可能你會擔心，走咗呢份工，仲揾唔揾到下一份？
呢個擔心係多好嘅，依家嘅社會好等人用，尤其係基層嘅工作，長期都需要人。你只要身體健康，做事踏實，永遠都有嘢做。怕嘅唔係揾唔到，而係怕你唔敢走。你嘅穩定，你嘅靠譜就係你最大嘅優勢。好多老細都中意請上咗年紀嘅人，因為佢哋做事穩陣，有責任心，唔會話成日挑槽。所以你放1萬個心，你永遠都有退路。而且你要諗明白一件事，你嘅時間比你嘅錢更加寶貴。你都60歲啦，仲有幾多個10年？你將寶貴嘅時間花喺令你唔開心嘅工作上面，值得咩？你大可以用呢啲時間去做啲令自己開心嘅事，去飲茶，去行山，去見朋友，去學啲新嘢。人生嘅下半場，開心最緊要，錢係賺唔晒嘅，但係你嘅時間係有限嘅，呢條數你要自己計清楚。呢個就好似一個關於交流分享嘅道理，係兩個湖泊相連，互相滋養。你出嚟做嘢，除咗賺錢，仲可以識到新朋友，大家傾下偈，講下笑。呢種交流係好寶貴嘅精神滋養。好多退咗休喺屋企嘅朋友，最大嘅問題唔係冇錢，而係太孤單、太寂寞。你出嚟做嘢，有人同你講嘢，有人同你互動，呢樣嘢本身就係一種精神上嘅滋養。所以打工唔單單係賺錢，更加係一種社會參與，係帶俾你快樂同充實嘅泉源。第6句大實話，都係最後一句，要對自己好啲，唔好再咁孤寒自己。呢句說話對於好多由苦日子行過嚟嘅朋友嚟講，可能係最難做到嘅。你哋呢一代人係食過苦嘅一代，由細就知道節儉，咩都係就嘥俾屋企人先，自己唔捨得食，唔捨得着，最好嘅全部留俾仔女。呢種無私嘅精神當然令人敬佩，但係你有冇諗過，你咁樣做對自己公平咩？呢背後係一個關於安樂同時機嘅道理，意思係要歡歡喜喜咁順應時勢去行動。你前半生節儉過日，嗰個係順應當時嘅環境，因為你有仔女要養，有頭家要維持，嗰個時候節儉係應該嘅。但係依家呢，你嘅仔女已經成家立業，你嘅責任已經完成晒，依家係你享受人生嘅時候。你如果仲好似以前咁刻薄自己，唔捨得對自己好，嗰個就係逆勢而行啦。個天時變咗，你嘅行為都應該跟住變。你已經為呢頭家付出咗幾十年，依家係時候慰勞下自己啦。你想食碗好嘅就去食，你想買件新衫就嗱嗱臨去買，你想去旅行睇下風景就約埋啲老友記一齊去。你千祈唔好成日將啲錢儲起晒，留俾仔女。你應該有自己嘅生活，你完全有權去享受佢。人生啊，就好似一個農夫嘅4季，春天播種，夏天耕耘，秋天收成，冬天享用。你已經行到咗人生嘅秋冬交替之際，正係享用你前半生辛勤耕耘成果嘅時候。如果你喺呢個時候都仲係咁守緊，成日刻薄自己，咁你嘅一生就好似嗰個辛苦種咗成世田嘅農夫，到咗收成嘅時候，卻唔捨得食，俾啲糧食白白爛喺個倉入面，呢個係幾咁可惜啊！呢度有一個好妙嘅道理，好多人唔知。你願意喺自己身上使錢，你嘅財運反而會越嚟越好。點解呢？因為天地萬物都喺流動之中保持生機，水流起嚟先唔會臭錢，都係一樣。你俾佢合理咁流動起嚟，佢先至會生生不息。你死揸住佢唔放，反而會越嚟越少。你對治好啲，你嘅心情就開朗啦，你嘅氣場就順遂啦，你嘅運勢自然就往好嘅方向轉啦。呢個當然唔係叫你亂咁使錢，而係叫你咁去用你嘅財富俾自己嘅晚年過得舒舒服服、開開心心。趁依家腿腳仲靈活，身體仲硬，這樣就盡情去活一次，唔好等到行唔到嘅時候先嚟後悔。你想飲茶就約埋嗰班老友，你想爬山睇海就揾個好天嘅日子出發。你想學打拳，想打下牌，想學啲新嘢，即刻就去做。人生最可惜嘅唔係你做錯咗咩，而係你明明可以做，但係冇去做。你等呀，等到最後就咩都做唔到啦。呢個就好似一個回歸本心嘅過程，經過漫長嘅一圈，最終翻到最初嘅狀態。你前半生為咗家庭、為咗事業、為咗仔女奔波，依家係時候回歸自己嘅本心啦。你最初嘅夢想係咩？你最想做嘅事係咩？你最開心嘅時刻係咩？依家就應該去追翻佢啦。你唔再係為任何人而活，
你要為你自己而活，呢個回歸自我嘅過程，其實係一個重新出發嘅過程，唔係等死，而係開啟一段新嘅旅程。呢段旅程嘅終點唔重要，重要嘅係旅程中嘅每一步都係開心嘅、自在嘅、冇遺憾嘅。你對自己好啲，就係對呢段旅程最好嘅尊重。講到底，呢度所有嘅道理歸結起嚟就兩個字：變通。世間萬事萬物都喺度不停咁變，你唔好以為60歲之後人生就定型咗，唔會再變。你嘅身體會變，外面嘅環境會變，你嘅心境都會變。但係有啲嘢係唔會變嘅，就係你對自己嗰份愛惜，你對生活嘅積極態度，同埋你對人生嘅深刻領悟。你揸住呢啲唔變嘅嘢去應對嗰個千變萬化嘅世界，你就可以立於不敗之地。呢個通字就係要你學識變通，唔好太固執，唔好太死板。以前行得通嘅方法，依家未必行得通。以前你習慣嘅生活方式，依家可能就要調整一下。你學識變通，你嘅路就四通八達。你死守住舊規矩，你嘅路就會越行越窄。總而言之，你要揾到一個俾自己身心安穩嘅活法，唔好去追求一時嘅風光，而係要去求一個長久嘅安穩。你身體健康，心情舒暢，日子過得充實開心，呢個就係最大嘅圓滿。你賺翻嚟嘅錢，儲落嘅嘢，最終都帶唔走，你可以帶走嘅，只有你嘅回憶、你嘅經歷同你感悟到嘅智慧。60歲出嚟打工，從來都唔係一件丟架嘅事，丟架嘅係死要面抵難受。你要將呢份工當成係同自己打工，自己做自己老細，賺到賺錢，買嘅都係開心同充實。你唔需要向任何人交代，你只需要向自己交代。你做得開心就繼續做，唔開心就停低。你擁有嗰份離去自如嘅底氣，呢樣嘢先至係60歲之後你最寶貴嘅財富。記住啦，前半生為家人而活，後半生請一定要為自己而活。你辛辛苦苦幾十年養大咗仔女，撐起咗呢頭家，已經盡晒你所有嘅責任。依家係時候卸低個擔挑，輕輕鬆鬆咁行自己嘅路。你將個身體照顧好，將啲日子過得順順當當，點舒服就點嚟。呢個就係對晚年最好嘅交代。最後用一句好有心意嘅說話嚟收尾：人生啊，永遠冇真正嘅終點。每一個你以為係終點嘅地方，其實都係一個全新嘅起點。你60歲啦，呢個唔係生命嘅終結，而係一個新生嘅開始。你仲有好多嘢可以做，仲有好多快樂可以去體驗，仲有好多智慧可以去領悟。嗰種好似仲未完成嘅狀態，其實係一種祝福。因為佢代表住你嘅人生依然充滿住無限嘅可能，千祈唔好覺得自己已經行到盡頭，你嘅故事仲未寫完，精彩嘅往往都喺後邊。你嘅價值唔係由你嘅年紀去決定，而係由你嘅心態去決定。你嘅心後生，你就永遠後生；你嘅心開闊，你就永遠開闊。希望今日同你傾嘅呢啲嘢，可以幫到你擺正心態，調整步伐，你嘅下半場一定會越行越順，越活越精彩。